Linux 伺服器操作系統，呢個係現今好多企業同機構用嚟做資料中心、網絡應用、雲端服務等重要基礎架構平台嘅作業系統。首先，咩係伺服器作業系統？伺服器作業系統係一種專門為伺服器設計嘅操作系統，通常安裝喺大型電腦上，例如用嚟提供 Web 服務、應用程式服務同資料庫服務等。佢唔同一般嘅桌上型作業系統，例如 Windows 或 macOS， 因為伺服器作業系統要承擔額外嘅功能，例如系統管理、配置、穩定性保障同安全性，處於整個網絡嘅心臟部位。雖然伺服器作業系統通常用喺大型伺服器上，但其實 Linux 呢個伺服器作業系統都可以安裝喺個人電腦上，只要有需要都可以用嚟作為一部小型伺服器。講返 Linux 伺服器作業系統嘅特點。Linux 作為伺服器操作系統有幾大優勢。第一，開源性。Linux 係一個開源操作系統，呢個意味住佢嘅內部代碼係公開嘅，所有人都可以自由使用、修改甚至分發。呢個開源性係 Linux 嘅最大優勢之一，因為唔單止有專業公司或者團隊維護，仲有全球開發者社群支持，保障咗系統可以快速改進同升級。開源唔單止令 Linux 成為免費嘅操作系統，仲令佢擁有高度嘅可定制性，開發者可以根據需求修改佢嘅功能。對企業嚟講，使用開源系統可以減低軟件授權費用，並且有更大嘅控制權。第二，穩定性同安全性。Linux 伺服器以佢嘅高穩定性同強大安全性知名，對於要求嚴苛嘅商業應用， Linux 係最理想嘅選擇。例如 Linux 系統常常被用喺資料庫伺服器、網絡伺服器等地方，因為佢可以長時間冇停機咁運行，並且有強大嘅故障恢復機制。同時 Linux 嘅安全性亦係佢嘅優勢之一，佢提供強大嘅權限管理，並且大部分版本都內建防火牆、加密功能，保障伺服器免受外部攻擊。而且Linux 系統嘅病毒同惡意軟件比其他作業系統要少得多，呢一點對企業嚟講非常重要。第三，靈活性與擴充性。Linux 伺服器唔單止可以部署喺實體伺服器上，仲可以用喺虛擬機器、容器、雲端平台，例如公有雲同私有雲等多種環境上。呢個特點令 Linux 成為非常靈活嘅操作系統，無論係企業嘅內部網絡，定係大型雲端服務平台， Linux 都可以適應不同嘅需求。例如喺雲計算環境入邊，企業可以根據實際需要擴展 Linux 伺服器嘅規模，無論係增加 CPU 記憶體，定係擴展儲存容量， Linux 都可以方便地進行擴展，幫助企業快速應對市場變化。第四，高性能。Linux 伺服器專為處理複雜嘅資料中心同高工作負載而設計，佢嘅效能表現，特別喺大量數據處理、網站架設、應用程式支持等方面表現得非常出色。例如，全球最多人使用嘅網絡伺服器軟體 Apache 同埋高效能嘅 Nginx 都係基於 Linux 平台運行嘅，而且Linux 支援多核處理器，可以有效分配處理器資源，提升伺服器嘅運行效率。呢點對於大規模業務運營嘅企業非常關鍵。總結嚟講， Linux 伺服器作業系統具備咗開源性、穩定性、安全性、靈活性同高效能等多個優點，係現代 IT 基礎架構不可或缺嘅一部分。無論係企業部署大規模伺服器系統，定係進行雲端服務運營， Linux 都係一個理想選擇。Linux 發行版，呢個係學習 Linux 操作系統嘅一個重要概念。Linux 本身只係一個核心 kernel， 而所謂嘅發行版其實就係基於 Linux 核心，經過不同組織或者開發者嘅整合與包裝形成嘅完整操作系統。每個發行版都有唔同嘅特色、用途同支援嘅硬件。首先，咩係 Linux 發行版？ Linux 發行版簡單嚟講就係一個完整嘅操作系統，佢唔單止包含咗 Linux 核心，仲會加上唔同嘅軟體套件、工具、服務、驅動程式同應用程式。
每一個發行版都會根據唔同用途同目標用戶去設計同配置唔同嘅功能。例如，有啲發行版專注於穩定性同安全性，適合用作伺服器；有啲發行版則係為普通用戶設計，強調易用性同圖形界面。唔同發行版嘅特點有咩唔同呢？根據技術方面，Linux 發行版之間嘅最大區別係支援嘅硬體裝置、軟體套件組態、安全性更新頻率、軟體套件管理嘅易用性同可用軟體套件嘅數量等等。喺呢度，我哋會集中介紹幾個最常見嘅 Linux 發行版。Debian 係一個老牌嘅非常穩定嘅 Linux 發行版，佢主要嘅特點係穩定性，並且有廣泛嘅軟體套件支持。Debian 嘅更新週期比較長，唔係每隔幾個月就更新一次，所以佢非常適合用喺需要長期穩定運行嘅伺服器環境。但係 Debian 嘅缺點就係佢嘅安裝同設置過程會相對較為繁瑣，需要使用者有一定嘅經驗，對於新手用戶可能唔係最理想嘅選擇。Ubuntu 係目前最受歡迎嘅 Linux 發行版之一，佢嘅最大優勢就係易用性，非常適合新手入門。Ubuntu 提供簡單嘅安裝程序同易於使用嘅圖形化界面，唔需要太多命令行操作，適合普通用戶同開發者使用。Ubuntu 基於 Debian 發行版，但佢會提供更頻繁嘅安全更新同最新嘅軟體包。Ubuntu 嘅發行版分為兩類：LTS 長期支持版同普通版。LTS 版會有5年嘅長期支持，適合用喺伺服器或者商業環境。Red Hat 係一個商業化嘅 Linux 發行版，主要針對企業市場。佢提供非常強大嘅技術支援、穩定性同安全性，適合大型企業同數據中心使用。Red Hat 唔係免費發行，但佢提供咗付費嘅支持服務，對於需要專業技術支援嘅企業係一個好選擇。Red Hat 嘅另一個分支係 XenOS，佢基本上係 Red Hat 嘅免費版本，適合唔需要官方技術支持，但又希望有穩定性同企業級功能嘅用戶。Kali Linux 係一個專門為滲透測試同網絡安全設計嘅發行版，佢內建咗大量嘅安全工具，包括滲透測試、漏洞掃描、數據恢復等等。Kali Linux 非常適合網絡安全專業人員或者學習滲透測試嘅人使用，但係要注意 Kali 係一個功能強大但係亦都非常專業化嘅發行版，對新手使用者嚟講，學習曲線會比較陡峭。如果唔係做安全測試工作，普通用戶可能唔需要用呢個發行版。Linux 發行版根據用途同目標用戶會有唔同嘅設計，大家可以根據自己嘅需求選擇最合適嘅版本。Debian 穩定，適合伺服器運行。Ubuntu 易用，適合新手同桌面用戶。Red Hat 商業化發行版，適合企業級使用。Kali Linux 專業化，適合學習網絡安全同滲透測試。無論係用作伺服器定係台面系統，Linux 嘅強大功能同靈活性，令佢成為咗現代 IT 環境中一個必不可少嘅工具。了解唔同發行版嘅特點，對大家未來學習 Linux 系統管理同網絡安全都有好大幫助。Linux 目錄結構，呢個係學習 Linux 系統管理嘅基礎之一。Linux 系統同其他操作系統一樣，都會有一個目錄結構，用嚟組織同存放各種文件同資料。Linux 系統嘅目錄結構係以根目錄為頂點，係一個樹狀結構，所有嘅檔案同目錄都係喺根目錄底下分佈㗎。首先，Linux 系統目錄結構嘅頂層係根目錄，根目錄就係 Linux 系統嘅核心部分。所有嘅文件同目錄都係以為起點，係整個檔案系統嘅樞紐。根目錄底下有唔同嘅子目錄，每一個子目錄都有特定嘅用途。以下就係幾個最常見同最重要嘅目錄。第一，隨意編常用命令。編目錄包含咗系統啟動同運行過程中需要嘅最基本命令。呢啲命令係整個系統運行所需嘅基本工具。例如 ls 列出文件、cp 複製文件、mv 移動文件等，都會存喺呢一個目錄底下。
第二，隨意 etc.cc 系統設定檔 etc. 目錄係存放系統配置文件嘅地方，所有同系統運行相關嘅設定檔案都會喺呢度，包括網絡配置、用戶設置、啟動腳本等等。舉個例子 ，etc. 隨意 passwd 存儲住系統中所有用戶嘅基本資訊 ，etc. 隨意 network 隨意 interfaces 就係配置網絡接口嘅地方。第三，隨意 home 使用者主目錄 home 目錄就係每個使用者嘅家目錄，每個用戶會有自己專屬嘅目錄，例如 Alice 用戶嘅目錄就係 home 隨意 Alice。喺呢個目錄下，用戶可以存儲自己嘅文件、設置同配置等，係每個用戶私有嘅地方。第四，隨意 USR 通用應用程式。USR 目錄主要存放咗一啲通用應用程式同用戶級別嘅軟件包。喺呢個目錄下有好多資料庫、應用程式同副文件，呢啲程序係為所有用戶提供服務㗎。例如喺 USR 隨意邊目錄下，你會揾到大部分用戶層級嘅執行命令。第五，隨意 var 變動資料 var 目錄用嚟存放系統中會變動嘅資料，例如系統日誌、郵件隊列、資料庫等。喺呢個目錄下，最常見嘅一個目錄就係 var 隨意 log 存放咗各種系統日誌，用嚟記錄系統操作同事件。其他重要目錄包括第六，隨意 tmp 臨時文件。tmp 目錄係用嚟存放臨時文件，呢啲文件通常唔會長期存在，系統重啟後會清除。好多應用程式會將臨時資料存喺呢度，方便快速讀寫。第七，隨意 dev 設備文件。dev 目錄包含咗系統中所有設備文件，例如硬碟、光碟機、終端等，都會喺呢個目錄下有對應嘅設備文件。每一個設備都會有一個文件嚟代表，透過呢啲設備文件，系統就可以進行硬體操作。第八，隨意 boot 啟動文件。boot 目錄包含咗系統啟動過程中所需嘅所有文件，包括內核、kernel 同引導加載器 bootloader。系統開機時會首先從呢個目錄加載內核，然後進行啟動。第九，隨意 root 超級用戶目錄。root 目錄係 root 用戶嘅主目錄，即係系統管理員嘅私人目錄。普通用戶冇權訪問呢一個目錄，只有根用戶 root 有權限操作呢一個目錄。Linux 系統嘅目錄結構係以根目錄為頂，下面有唔同嘅子目錄，每個目錄都有特定嘅用途，幫助系統管理同維護。理解呢啲目錄嘅結構同功能，對於學習 Linux 系統管理同操作係非常重要嘅。無論係處理系統配置、安裝應用，定係管理用戶，熟悉 Linux 嘅目錄結構都可以幫助你更高效咁管理系統。Linux 用戶同組管理，呢個係學習 Linux 系統管理非常重要嘅一環。Linux 嘅使用者同群組管理唔單止係用嚟設置用戶嘅登入權限，仲係保障系統安全嘅關鍵。無論係普通用戶、系統管理員定係服務程序，每一個使用者同群組都有自己嘅權限。透過合理配置，可以有效保護系統同資料。首先，乜嘢係使用者 user 呢？使用者係系統嘅身份標識，每個使用者都有自己唯一嘅使用者名稱同密碼，用嚟登入系統同執行操作。Linux 系統入邊有唔同類型嘅使用者，分別有 root 用戶、每系統使用者、普通使用者。root 用戶又叫做系統管理員用戶，佢擁有系統中最高嘅權限，可以執行所有操作，無論係訪問系統文件、執行程序，定係修改系統設定，都可以無限制咁執行。root 用戶係 Linux 系統入邊最強大同最重要嘅一個用戶，所以要小心使用，避免誤操作。系統使用者係用嚟執行各種系統服務嘅使用者，佢通常唔會有自己嘅家目錄，並且係無法登入系統㗎。系統使用者嘅例子包括 Apache、Nginx 等，佢哋通常係由系統自動創建，用嚟運行服務或者應用程式。普通使用者係一般用戶，係由 root 用戶創建嘅，佢哋可以登入系統，擁有自己嘅家目錄，
並且可以執行一般操作，但佢哋嘅權限係由 root 用戶設定嘅。普通用戶冇辦法進行一啲高危操作，除非經過權限授權。每個使用者嘅資訊會儲存喺 ETSC 隨意 passwd 檔案中，呢個檔案會記錄每個使用者嘅基本資訊，例如用戶名、密碼、加目錄路徑、用戶 ID、UID、同組 ID 等。第二，咩係用戶群組 group 呢？用戶群組係一組有相似權限需求嘅使用者集合，目標係方便批次管理同分配權限。將多個使用者加入同一個群組後，可以一次性管理該群組嘅所有權限。咁樣可以避免為每個用戶單獨設定權限，從而提高系統管理嘅效率。例如，某個公司可能有一個開發組，該組裏邊有多個開發人員，所有開發人員都可以共享某啲特定資料、夾或者資源。咁管理員只需要為開發組設定一次權限，就可以讓該組內所有用戶都獲得相應嘅權限。群組嘅資訊會儲存喺 ECC 隨意 group 檔案中，呢個檔案會記錄每個群組嘅基本資訊，包括群組名稱、群組 ID、GID、群組成員等。每個使用者可以屬於一個或者多個群組，咁樣可以更靈活咁進行權限管理。用戶同群組管理常用嘅命令，呢啲命令係系統管理員每日工作必備嘅工具。透過佢哋，我哋可以建立新用戶、管理群組，甚至刪除用戶，確保系統權限分配清晰同安全。第一部分，建立使用者同群組。要創建新嘅用戶或者群組，我哋可以用以下幾個命令：sudo user ret 使用者名稱。呢個命令用嚟建立一個新嘅使用者，不過要留意，建立之後佢仲未有密碼，所以未必可以即刻登入系統。sudo passwd 使用者名稱。呢個命令就係幫使用者設定密碼，有咗密碼之後，用戶就可以登入系統開始使用。sudo group add 群組名稱。呢個命令係建立新嘅群組，群組就好似一個容器。之後，我哋可以將多個用戶加入去，方便統一分配權限。第二部分，查看使用者同群組資訊。有時候，管理員需要知道某個使用者屬於邊個群組，或者睇返系統入邊所有用戶同群組嘅資訊，可以用以下命令：ID 使用者名稱，可以顯示指定使用者嘅 UID、用戶 ID、GID、群組 ID。同佢所屬嘅所有群組 groups 小於使用者名稱大於，可以列出指定使用者屬於邊啲群組，方便確認權限分配。cat 隨意 ECC 隨意 passwd 呢個檔案會記錄所有用戶嘅資訊，包括用戶名、加目錄、登入 cell 等等。透過呢個命令可以快速檢查系統入邊有啲乜人。cat 隨意 ECT 隨意 group呢個檔案就係記錄所有群組嘅資訊，透過佢我哋可以知道群組名稱同成員情況。第三部分，修改使用者同群組。建立咗用戶之後，往往仲需要修改或者調整佢哋嘅群組屬性。呢度有幾個好常用嘅命令：sudo usermod 諸主群組名稱、使用者名稱。呢個命令用嚟修改使用者嘅主群組。每個使用者都會有一個主群組，用戶建立新檔案時，呢個檔案嘅群組就會跟返佢嘅主群組。sudo usermod g 附加群組名稱、使用者名稱。如果想俾使用者同時加入多個群組，就用呢個命令，咁樣用戶就可以享有額外群組嘅權限，靈活性大大提高。sudo userdo m 使用者名稱。當用戶唔再需要存在系統，可以用呢個命令刪除佢。如果加埋 r 參數，就會連同佢嘅主目錄一齊刪除。sudo groupdel 群組名稱。呢個命令用嚟刪除群組。如果一個群組冇再用，管理員就可以將佢移除，保持系統清潔。Linux 系統中嘅一個重要概念，即係使用者同埋使用者群組之間嘅對應關係。
喺 Linux 系統中，使用者同群組之間嘅關係非常靈活。透過將使用者歸屬於唔同嘅群組，管理員可以高效咁控制系統資源同權限。呢啲關係不單止係一對一嘅關聯，仲可以係一對多、多對一，甚至多對多。今日我會逐一講解呢啲不同嘅對應關係，同大家探討每種關係嘅用途。一對一，一個使用者對應一個群組。一對一嘅關係指嘅係每個使用者都只屬於一個群組，而且係呢個群組嘅唯一成員。呢種情況喺某啲系統中可能會見到，特別係當每個使用者都需要一個獨立嘅群組嚟管理佢嘅資源同權限時。例如，假設有一個系統用戶 Alice， 佢嘅群組叫做 Alice Group。喺呢個系統中， Alice Group 只係包含 Alice 一個人，呢樣可以幫助管理員更細緻咁控制每個用戶嘅權限。如果 Alice 想有特定權限，只可以分配俾 Alice Group， 咁就唔會影響其他用戶。一對多，一個使用者屬於多個群組。一對多指嘅係一個使用者可以同時屬於多個群組，並擁有來自呢啲群組嘅所有權限。呢種情況通常用於需要同時訪問多個資源或者服務嘅使用者。例如，假設 Alice 係系統中嘅一名開發人員，佢可能會屬於 Dev Group 開發者群組同 Staff Group 員工群組，咁佢就會擁有兩個群組嘅權限，能夠訪問更多唔同類型嘅資源。Dev Group 可能俾佢訪問開發工具同代碼庫，Staff Group 可能俾佢訪問公司內部嘅資料同文件。呢樣可以有效咁幫助系統管理員將資源權限進行合理分配，避免過多嘅手動管理。多對一，多個使用者屬於同一個群組。多對一嘅關係意味住唔止一個使用者屬於同一個群組，呢啲使用者會共享同一個群組嘅權限。呢種情況多見於團隊合作嘅場景，例如某個部門嘅所有成員都會屬於同一個群組，共享同樣嘅資源。例如，假設公司內部有個叫做 Admin 嘅群組，呢個群組可能包含咗 Alice、Bob 同 Eve 三個用戶。所有屬於 Admin 群組嘅成員都會擁有同樣嘅權限，能夠執行特定嘅系統操作或者訪問特定資料。呢樣有助於管理員更加集中化咁管理一組使用者嘅權限，而唔需要逐一設定每個使用者嘅權限。多對多，使用者同群組可以同時屬於多個群組。多對多嘅關係就係使用者同群組都可以屬於多個群組。呢個關係係前三種關係嘅結合，意味住一個使用者可以有多個群組，同時一個群組都可以包含多個使用者。呢種靈活嘅管理方式適合複雜嘅環境中，當有需要將資源細分到多個群組，而每個用戶可能需要從唔同群組中獲得唔同嘅權限時。例如，假設 Alice 同 Bob 都屬於 Dev Group 開發者群組同 Staff Group 員工群組，而 Staff Group 仲有 Eve。當 Alice 同 Bob 同時需要訪問開發工具同內部資料時，佢哋可以從 Dev Group 同 Staff Group 中獲得所需權限。同時 ，Staff Group 仲可以包括其他人員，唔同嘅群組就可以提供唔同層次嘅權限，實現更精細嘅管理。每種關係都有其特定用途，同時靈活運用呢啲關係，可以幫助系統管理員更有效咁管理用戶、分配權限，同時保證系統嘅安全性同高效性。Linux 系統中嘅用戶同組管理對於系統安全同操作至關重要。理解每種用戶類型、群組管理嘅方式，並學會使用適當嘅命令去進行管理，對每一位學習 Linux 嘅同學都係非常必要嘅。掌握好呢啲基本技能，將來你哋可以更有效咁管理 Linux 系統，保證系統安全同高效運行。Linux 系統中常用嘅文件同目錄管理指令。喺 Linux 系統中，文件同目錄管理係基本操作。無論係做系統管理員定係日常使用 Linux 系統，都必須熟悉呢啲指令。今日我會帶大家學習一啲基本嘅指令，包括如何列出目錄、切換目錄、建立文件、刪除文件等。Else 命令係 Linux 中最常用嘅一個命令，
用嚟顯示當前目錄下嘅檔案同子目錄。佢可以用嚟快速查看目錄內部嘅檔案結構。呢個命令會列出當前目錄下所有文件。如果你想查看更多檔案細節，可以加多啲參數，例如 LSL。L 參數會顯示檔案嘅詳細資訊，包括檔案權限、擁有者、大小同最後修改時間。PWD 命令用嚟顯示你當前所在嘅目錄路徑。例如，當你想知道自己目前位於邊個目錄時，可以使用呢個命令。佢會返回當前目錄嘅絕對路徑，好方便你確認自己嘅位置。CD 命令用嚟切換目錄，你可以進入其他目錄，或者返回上一層目錄。例如，CD 隨意 USR 隨意邊呢個命令會將你嘅工作目錄切換到 USR 隨意邊。MKD 命令用嚟創建新嘅目錄。例如，如果你想創建一個叫做 Media 嘅新目錄，可以使用 Media。Media 呢個命令會喺當前目錄下創建一個名為 Media 嘅新目錄。RMD 命令用嚟刪除空嘅目錄。例如，如果要刪除一個叫做 MTDI 嘅空目錄，可以使用 RMD， 但係如果目錄唔係空嘅，RMDR 命令就唔會成功。RM 命令用嚟刪除檔案或者目錄。如果要刪除一個檔案，例如 myfile.txt， 可以使用 rm myfile.txt。如果你要刪除一個目錄及其所有內容，則需要使用 r 遞歸選項，例如 rm rmider。呢個命令會遞歸咁刪除名為 media 嘅目錄及其所有檔案同子目錄。注意，RM 命令一旦刪除檔案就唔可以輕易恢復，請小心使用。CP 命令用嚟複製檔案或者目錄。如果要複製檔案，例如將 file1.txt 複製到 file2.txt， 可以使用 CP file1.txt、file2.txt。如果要複製目錄，則需要加上 R 遞歸選項，例如 CPR 大一大二，咁樣就可以將大一目錄連同所有內容複製到大二。MV 命令用嚟移動檔案或者係目錄，亦都可以用嚟重命名檔案或者係目錄。例如，如果你想將 file1.txt 移動到 tmove 錄，可以使用 mv file1.txt 隨意 tmp。如果要修改檔案名稱，可以將檔案名改為新嘅名稱 mv oldname.txt newName.txt。有時候，我哋會需要查看檔案嘅內容。以下係幾個常用嘅檔案檢視命令。cat 命令用嚟將檔案嘅內容顯示喺螢幕上。假設有一個檔案叫做 file.txt， 可以使用 cat file.txt 呢個命令，會將 file.txt 嘅內容直接顯示出嚟。如果檔案內容太多，可以使用 more 或者 less 命令進行分頁顯示。find 命令用嚟喺整個檔案系統中搜尋檔案或目錄。如果要搜尋名為 myfile.txt 嘅檔案，可以使用 find name myfile.txt 呢個命令，會從根目錄開始搜尋所有檔案系統中名為 myfile.txt 嘅檔案。Linux 系統中嘅文件權限。Linux 系統係一個典型嘅多使用者系統，每個使用者有自己嘅身份同權限，並且可以控制其他使用者對其文件同目錄嘅訪問權限。喺 Linux 中，透過合理配置權限，我哋可以有效保障系統嘅安全，避免非法訪問或修改檔案。Linux 系統唔同嘅使用者，根據佢哋嘅角色有唔同嘅權限，使用者之間可能需要共享檔案，但又唔希望某啲文件被無權訪問嘅人讀取或者修改。因此，Linux 系統對檔案嘅權限進行咗嚴格嘅管理，確保系統嘅安全性同穩定性。喺 Linux 中，每一個檔案或目錄都有3個基本嘅權限。R read 讀取，允許讀取文件內容。Write 寫入，允許修改文件內容。X execute 執行，允許執行該檔案。喺 Linux 中，可以用 LLL 命令嚟顯示檔案或目錄嘅詳細資訊，包括佢嘅權限、所有者、群組等。Chan 命令用嚟修改檔案嘅所有者同所屬群組，
命令格式如下：sudo chown 所有者群組檔案。例如，想將 file.txt 嘅所有者改為 Alice， 群組改為 staff， 可以使用 sudo chown alice staff file.txt。chmod 命令用嚟修改檔案或者目錄嘅權限。chmod 可以用兩種方式嚟設置權限：符號模式同數字模式。你可以使用加號加嚟授予權限，使用減號嚟撤銷權限。例如 hmod 加 xfile.txt 呢個命令會將執行權限 x 加到 file.txt 上。Linux 系統嘅文件權限係系統安全中至關重要嘅一環。透過合理配置用戶同群組嘅權限，我哋可以有效保障系統免受未經授權嘅訪問，從而保護系統同數據安全。熟悉 chown 同 chmod 命令係每位學習 Linux 嘅同學必備嘅技能。Linux 系統中 Vim 隨意 V 編輯器嘅工作模式 Vim vimprove 係一個非常強大同高效嘅文本編輯器，廣泛應用於 Linux 系統中。Vim 有三個主要嘅工作模式，分別係普通模式 Normal Mode、插入模式 Insert Mode 同底線命令模式 Last Line Mode。了解呢啲模式同如何切換，係使用 Vim 編輯器嘅基本功夫，能夠令你嘅編輯工作更加得心應手。首先講下 Vim 嘅普通模式。其實普通模式係 Vim 嘅預設模式。當你開啟一個檔案或者一開始使用 Vim 時，你其實係處於普通模式。喺普通模式中，主要係用嚟控制游標同執行各種編輯命令，好似移動光標、複製、刪除、撤銷等。普通模式嘅用途：游標移動，你可以使用方向鍵或者 Vim 嘅內建命令嚟移動光標。舉例：H 向左移動一個字符 ，J 向下移動一行 ，K 向上移動一行 ，L 向右移動一個字符。執行命令你可以執行各種命令，例如 YY 複製一行 ，DD 刪除一行 ，U 撤銷上一次操作。進入普通模式，普通模式係 Vim 嘅默認模式。當你開啟一個檔案時，會直接進入普通模式。如果你係其他模式，例如插入模式或者底線命令模式，你只需要按下 ESC 鍵就可以返回普通模式。跟住講下插入模式。插入模式就好似大部分文字編輯器嘅正常操作模式，你可以直接喺屏幕上輸入文字、數字或者符號，就好似你喺日常使用 Windows 或者 Mac 嘅文本編輯器中輸入文字咁。插入模式嘅用途：輸入文字，你可以好似使用其他文字處理器一樣，直接打字。插入內容：如果你需要插入文本，就可以進入插入模式。點樣進入插入模式？喺普通模式下，按 I 可以喺當前光標位置開始插入文字，按 A 可以喺當前光標後追加文字，按 O 可以喺當前行下方插入一個新行，並進入插入模式。點樣退出插入模式？當你喺插入模式中輸入完畢之後，你可以按 ESC 鍵返回普通模式。最後，我哋要講解嘅係底線命令模式。當你想執行更複雜嘅操作時，會使用底線命令模式。呢個模式主要係用嚟執行系統級命令，例如保存文件、退出 Vim、查找同替換文本、設置行號等。底線命令模式嘅用途：保存文件 W 可以保存當前文件，退出 Vim 可以退出 Vim， 查找替換 S 除以 O 除以 New 用嚟將文本中嘅 O 替換為 New， 顯示行號 Set New 顯示行號。點樣進入底線命令模式？喺普通模式下，按冒號就可以進入底線命令模式。此時你會睇到命令行出現喺屏幕底部，並可以輸入你想執行嘅命令。Vim 嘅魅力之一就係可以快速喺三個模式之間進行切換。呢啲模式嘅切換操作非常簡單，從普通模式進入插入模式，按 I 當前光標位置插入 A 光標後追加 O 當前行下方插入新行等。從插入模式或底線命令模式返回普通模式，按 ESC 鍵。
從普通模式進入底線命令模式，按冒號。進程係 Linux 系統中最基本嘅概念之一，佢係記憶體中運行嘅程式實例。每一個程式喺系統中運行時，實際上都係作為一個進程存在。理解進程對於系統管理、性能監控同問題排查都有好大幫助。喺 Linux 系統中，每一個進程都會被賦予一個獨特嘅識別符號，叫做進程 ID（PID）。Linux 進程其實就係程式運行時喺記憶體中動態創建嘅一個實例，佢包含咗程式嘅執行狀態、資源分配同調度信息。喺 Linux 系統中，每個進程都有一個唯一嘅進程 ID（PID）。PID 唯一標識咗一個進程，讓系統可以識別同管理不同嘅進程。簡單嚟講，進程就係程式喺系統中嘅運行實例。每當你啟動一個程式，系統就會創建一個相應嘅進程。每一個進程都有一個唯一嘅進程 ID（PID）。呢個 PID 係一個正整數，用嚟標識 Linux 系統中嘅每一個進程。PID 唔可以重複。當系統創建新進程嘅時候，佢會自動分配一個未被使用過嘅 PID。要查看某個進程嘅 PID，我哋可以使用以下命令。pydof 可以根據程序名稱查詢 PID。例如，要查詢 nginx 進程嘅 PID，可以使用 pgrep 另一個查詢進程 pid 嘅命令。ps 顯示系統中所有進程嘅詳情，其中包括 PID。psaux 命令會列出所有正在運行嘅進程及其 PID、狀態、資源使用情況等詳細資料。top 呢個命令用嚟查看系統中活躍嘅進程，同時可以動態監控進程嘅變化。你可以使用 cat 除以 prosa 除以 ss 除以 kernel 除以 pymax 命令查看系統設置嘅最大 PID 值。喺 Linux 中，進程之間有父子關係，每一個進程都會有一個父進程 ID（PPID），即係話，當一個進程創建嘅時候，佢會被另一個進程父進程啟動。例如，假設有一個父進程 A， 佢創建咗子進程 B， 咁 B 嘅 PPID 就係 A 嘅 PID。呢個親子關係有助於系統管理進程，特別係喺進程結束時，父進程會負責回收子進程資源。點樣終止進程？你可以使用 Q 命令嚟終止一個進程。Q 命令會向指定嘅進程發送信號，根據你發送嘅信號，進程會根據需求終止或處理。正常終止使用 qpid 發送 system 信號15信號，呢個信號會請求進程正常終止，進程可以進行資料保存或者清理工作。強制終止，如果進程無法正常終止，你可以使用 q-9pid 發送 secure 信號9，呢個信號會強制結束進程，並且進程無法攔截或忽略該信號。ps 命令係用嚟顯示當前系統中執行中進程嘅狀態。你可以使用 ps 查看一個靜態嘅快照，了解系統運行狀況。常見嘅命令如下：psaux 列出系統中所有進程嘅詳細資訊，包括 PID、進程狀態、CPU 同內存使用情況等。psif 顯示所有進程嘅信息，包括每個進程嘅父進程 ID、PPID。進程狀態嘅解釋 R 運行中 running、S 睡眠中 sleeping、Z 僵屍進程 zombie、T 停止進程 stopped。top 命令提供系統中運行中進程嘅實時視圖，並顯示有關 CPU、內存、交換區等嘅統計信息。佢可以俾你動態監控系統嘅性能，並對進程進行優先級管理。執行 top 命令，你會見到實時更新嘅進程列表。Linux 系統中進程係系統運行嘅基礎，每個進程都有唯一嘅 PID， 並且有親子關係。透過合理嘅命令，像 ps、top、q 等，我哋可以方便咁管理同監控系統進程。了解進程嘅管理，對日後進行系統維護、排查問題同優化系統性能有好大幫助。Linux 包管理器，所謂包管理器就係用嚟安裝、升級、刪除同管理軟體嘅工具。喺 Linux 世界裏面，唔同嘅發行版會用唔同格式嘅軟體包同工具。
所以學識包管理係日常使用 Linux 嘅一個重要技能。首先，我哋要認識3種常見嘅 Linux 軟體包格式。他包係由 Unix 嘅他工具打包而成，係一種通用嘅壓縮檔案格式，通常包含多個檔案同目錄，仲可能會再用 gzip、bz2 等工具壓縮，形成 .tal、.gz 或 .tal、.bc2 檔案。安裝他包一般比較麻煩，需要手動處理。首先用他 xvzf 檔案名解壓縮，然後進入解壓後嘅資料夾，閱讀隨附嘅 install 或 readme 文件，最後根據文件指示，用 configure、make、install 等嘅步驟進行編譯同安裝。總結，他包靈活但麻煩，適合高手使用。RPM 主要用喺 Red Hat 系列系統，例如 Red Hat、Fedora、CentOS 等，可以直接用 RPM、YV 軟體包名 .rpm 指令安裝其中。I 代表安裝 install、V 代表顯示過程 verbose、H 代表顯示安裝進度條。結合咗套件管理工具，例如 YUM 或者 DNF， 就可以更方便咁處理安裝、依賴同更新，唔使手動解決依賴關係。RPM 包結構清晰，適合 Red Hat 系統，配合 YUM 隨以 DNF 使用更高效。DEB 包主要用喺 Debian 系列系統，例如 Debian、Ubuntu 同 Linux Mint。最基本嘅指令係 dpkg-i 軟體包名 .db。同 RPM 類似 ，DEB 亦都有更先進嘅套件管理工具，例如 apt、apt Advanced Package Tool。Debian 隨以 Ubuntu 常用係基於 DEB 包嘅管理工具，幾乎所有用 Ubuntu 嘅朋友都會經常用到。以下係幾個常用命令更新軟體來源 sudo apt update 作用，從官方來源下載最新嘅軟體清單，讓系統知道有咩新版本。升級已經安裝軟體 sudo apt upgrade 作用，將系統中已經安裝嘅軟體更新到最新版本。如果遇到依賴問題，可以用 sudo apt full upgrade， 佢會自動處理依賴關係，甚至移除唔需要嘅舊包。安裝新軟體 sudo apt install 包名例子 sudo apt install vim 會安裝 vim 編輯器。刪除軟體 sudo apt remove 包名，如果仲想一齊移除唔再需要嘅依賴，可以用 sudo apt auto remove。查看已安裝軟體 applist install 查看某個軟體嘅可用版本 applist all versions 包名搜尋軟體 app search 關鍵字。總結一下，他包通用，但要手動編譯安裝，步驟比較繁瑣。RPM 包主要用喺 Red Hat 系列，結合 YUM 隨以 DNF 更加方便。DEB 包主要用喺 Debian 隨以 Ubuntu 系列，配合 APT 安裝升級更加自動化。喺日常使用中，如果你用 Ubuntu 或係 Debian， 建議直接用 apt； 如果用 Red Hat CentOS， 建議用 yum 隨以 DNF。至於他包，就留返俾需要自訂編譯或者冇套件來源嘅情況使用。Linux 系統防火牆就好似一座保安大閘，主要功能係幫我哋嘅系統阻擋未經授權嘅存取，確保電腦或者伺服器免受攻擊。喺 Linux 世界入面，最常見嘅防火牆工具有兩種 Iptables 同 Firewall。佢哋其實都係依賴 Linux 核心裏邊嘅 NetFilter 子系統去真正執行過濾工作，但用法同特點就有明顯差別。首先，我哋講下 Iptables。Iptables 係一個比較傳統嘅防火牆工具，佢係基於核心層級，透過鏈式規則去決定一個封包係應該放行定係應該阻擋。主要係用命令列工具進行設定，語法比較複雜，好似要自己寫規則鏈，逐條規則去規劃。當你修改規則之後，通常需要刷新或者重啟服務先至完全生效。有時候呢個動作會導致現有嘅連線斷咗，對運行中嘅服務有影響。控制非常精細，可以針對來源 IP、目標 IP、連接埠、協議等作出高度自訂，適合做複雜嘅安全策略。但係配置麻煩，唔容易學，唔適合經常變動嘅環境，因為一旦改動規則，可能會影響現有嘅會話。
Iptables 更加靈活同底層，但操作複雜，通常由進階用戶同資深系統管理員使用。接住落嚟，我哋講下 Firewall。Firewall 係一個動態嘅網路防火牆管理器，其實都係基於 Iptables，不過佢幫你包裝成一個更易用嘅界面。佢引入咗區域 Zone 嘅概念，簡單啲講，就係根據資料來源或者網路界面，將流量分類，然後為唔同區域設定唔同嘅安全規則。例如，家庭網路可以開放多啲服務，但喺公共 WiFi 就可以收緊限制。可以用 Firewall CMD 命令列工具去設定，亦都支援圖形化界面，對初學者嚟講更加直觀。最大嘅特點係支援動態更新，即係話你修改咗規則之後，佢會即時生效，而唔會影響緊張進行中嘅連線。管理簡單，配置直觀，好適合需要快速反應同經常調整規則嘅環境，例如雲伺服器或者開發環境。但雖然已經涵蓋大部分應用場景，但喺某啲極度複雜嘅策略上，未必可以做到好似 Iptables 咁精細。如果你係一個新手，或者需要一個動態、容易管理嘅防火牆，建議用 Firewall。如果你嘅場景需要高度自訂同精細化控制，例如企業安全策略、進階伺服器環境，咁 Iptables 就會更加合適。要注意嘅係，唔建議同時使用 Iptables 同 Firewall， 因為兩者都係控制 NetFilter。如果一齊用，好容易出現規則衝突，導致防火牆行為唔可預測。Linux 防火牆常用指令對於一個系統管理員嚟講，熟悉防火牆嘅基本指令係非常重要嘅技能。因為防火牆就好似系統嘅第一道防線，佢負責決定邊啲網絡連接可以入，邊啲要擋，係保障伺服器安全嘅關鍵。而我主要會圍繞 Firewall 呢個防火牆管理工具，順便介紹少少 Iptables 嘅基本操作。首先，當我哋要管理防火牆嘅時候，第一步通常都係先檢查佢有冇運行。Sudo systemcall status firewall 功能係檢查 Firewall 防火牆服務目前嘅狀態。執行呢條指令之後，系統會顯示 Firewall 有冇啟動，係咪運行中，記憶體使用情況，甚至會顯示錯誤信息。Sudo systemtl status Iptables 檢查 Iptables 服務嘅狀態。呢條指令會顯示 Iptables 有冇運行，不過要注意，現代 Linux 系統多數已經改用 Firewall 或者 nftables， 所以呢條指令有時可能會提示服務唔存在。如果你用嘅係新版本 CentOS Ubuntu， 就未必再需要直接用 Iptables。Sudo yum install firewall 喺基於 RPM 嘅系統，例如 CentOS RHEL 上安裝 firewall。yum 係一個套件管理工具，執行呢條指令之後，系統會自動下載並安裝防火牆軟件。Sudo apt install firewall 喺基於 Debian 嘅系統，例如 Ubuntu Debian 上安裝 firewall， 同上面一樣，不過用嘅係 apt 套件管理器。根據你嘅 Linux 發行版唔同，安裝指令都有少少唔一樣，要記得分清楚係用 yum 定係 apt。Sudo system start firewall 啟動 firewall 防火牆服務，執行之後，防火牆會正式開始運作，系統會套用已經設定好嘅規則。Sudo systemctl stop firewall 停止 firewall 防火牆服務，執行呢條指令會暫時關閉防火牆，所有封包規則都會暫時失效。一般情況下，唔建議隨便停防火牆，除非係測試或者做維護工作。Sudo systemhow enable firewall 設定 firewall 開機自動啟動。執行呢條指令之後，每次系統重新開機 ，firewall 都會自動運行，確保安全策略一直生效。Sudo systemhow disable firewall 取消 firewall 開機自動啟動。呢條指令會關閉開機自啟動設定，但唔會影響目前防火牆嘅運行狀態。如果你只係想臨時關閉開機啟動，但防火牆依然繼續運行，就可以用呢條指令。掌握咗呢啲指令，就好似拎住咗防火牆控制權，無論係啟動、
關閉、監控狀態或者配置自動啟動都可以輕鬆搞掂。防火牆係系統安全嘅第一道防線，記熟呢啲基本指令就等於掌握咗 Linux 系統安全管理嘅入門鎖匙。Linux Shell 腳本。講起 Linux，大家可能第一時間會諗起 Terminal， 即係終端機黑色畫面，入邊打指令去操作系統。咁 Shell 腳本係乜嘢呢？簡單嚟講，Shell 腳本就係將一堆 Shell 指令寫落一個文字檔案，再由 Shell 解譯器逐行執行，用嚟完成一啲特定任務。Linux Shell 腳本本質上就係一個文字檔案，入邊存咗好多行 Shell 指令。佢有幾個特點，由 Shell 解譯器執行，例如 Bash、Shash。自動化任務幫你減少手動重複輸入指令。跨平台性喺唔同類型嘅 Unix 系統 Linux、macOS、BSD 都可以運行。例如系統管理員可以寫 Shell 腳本嚟定時備份數據，開發者可以用腳本去快速部署程式，用戶可以寫簡單腳本幫自己整理檔案夾。所以話 Shell 腳本係 Linux 世界入門自動化嘅第一步。寫好一個腳本之後，我哋通常有幾種方法去執行。用 Bash 或解譯器直接執行，或者賦予執行權限，然後直接執行。Linux 世界入邊唔只得一種 Shell， 唔同 Shell 各有特色，介紹幾個常見嘅。Bourne Shell 最早期嘅標準 Shell， 輕巧而且基礎。Bourne Again Shell 我哋最常見嘅 Bash 功能強大，支援變數、流程控制、指令歷史記錄等等。C Shell 語法有啲似 C 語言，所以叫 C Shell。Korn Shell 集合咗 Bourne Shell 嘅穩定性同 C Shell 嘅功能，兼具效率同靈活性。Shell for Root 專門提供俾系統管理員 root 用戶使用。雖然 Shell 有好多種，但喺現代 Linux 發行版入邊 ，Bash 幾乎係預設標準。如果話 Linux 係黑客同系統管理員嘅神器，咁 Shell 腳本就係佢哋最重要嘅工具箱。咩係 X-Shell 呢？簡單嚟講 ，X-Shell 係一款非常流行嘅終端模擬器，主要用嚟通過 SSH 協定去連接遠端 Linux 伺服器。佢嘅好處係界面友善、功能強大，而且對初學者同專業人士都十分方便。下面我會用一個完整嘅流程，逐步講解點樣用 X-Shell 去成功連接一部伺服器。要用 X-Shell， 首先要下載佢，大家可以去官方網站。安裝好之後，我哋打開 X-Shell。呢時候，如果你想連接伺服器，就要先創建一個會話。操作方法係點選頂部功能表嘅檔案，再揀新建會話，咁就會打開一個新嘅會話屬性窗口，等你去配置連接。喺新會話屬性入邊，你要輸入幾個重要資訊，會話名稱自己可以隨便設定，方便日後辨認。例如公司伺服器或者學習用 Linux。主機輸入伺服器嘅 IP 位置，協定選擇 SSH， 因為現代 Linux 遠端連線幾乎都係用 SSH。設定好之後，按確定。接住落嚟 X-Shell 會嘗試連接伺服器，並彈出一個視窗，要你輸入使用者名稱，例如 root 或者普通用戶帳號。密碼對應嘅伺服器登入密碼，輸入完成，按確定。第一次連接伺服器嘅時候，X-Shell 可能會彈出一個提示，問你要唔要保存伺服器嘅指紋資訊。一般情況下，你可以選擇接受並保存，咁樣下次再連接就唔使重新確認。當你見到畫面成功顯示伺服器嘅命令列界面，即係出現咗 Linux 終端嘅提示符，恭喜你，咁就代表連接成功。有咗 X-Shell， 大家就可以好方便咁用圖形界面連接遠端 Linux 伺服器，無論係學習、工作，抑或系統維護，都係非常好用嘅工具。